来继续看大问题。早起一透早是陪同着因家己党的立委候选人做伙来扫街拜票，另外一边伊的副手吴欣盈嘛是咧扫街拜票。明仔载暗就是选前之夜，抢着开刀要来造势的民众党洪质疑，讲因要求要沿用着民进党阴暗所搭的舞台。郭文泰办公室讲无哦，郭文泰嘛来呛声，讲一切拢是厂商咧协调。 唔免调治安尼操作做文章。支持者一直话口号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泰回访北台湾声势集中。沿路甲民众一直下手，拿被气爆的代志敢有存在？郭文泰各讲一摆。投侯友宜就是投柯文哲，讲得太好，那直接投柯文哲就好了嘛，你何必还绕个弯干什么？就直接投柯文哲。是讲今日一天伫基隆庙口开讲的是郭文泰讲，这个民进党无聊比民众党较好，副手吴欣盈赶紧解说。我当场是摇头摇手在台上，你们看就知道了。我觉得我的团队是非常优秀的，然后各党都有很优秀的人，至少在我的副总统团队里头，竞选团队是非常优秀的。 吴欣盈嘛，甲民众党想要饲议员做伙扫街拜票，是讲选前之夜抢着开刀主战场的民众党舞台规划煞变成话题。有民进党内部人士讲，并也透过这个活动厂商沟通后，希望讲会使沿用拜四暗时的舞台，更加表示讲未计较这小动作。歌办发言人陈志涵回呛讲，是厂商主动协调，希望讲歌办会当互因方便。选前之夜未去沿用着民进党的设计，民进党遵守规范，准时将舞台跳。 有一些布景啊，那就换，但是主结构就厂商跟厂商自己协调，所以这个我倒觉得这个人也不用刻意去再操作一条线的。选前最后阶段，郭文泰甲吴欣盈两个人下晡伫台北市区做伙骑车扫街造势，把握时间要冲关支持度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